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和你健康 Talk。你哋有冇試過天氣一凍或者俾風一吹呢，個頭就突然間痛起上嚟呢？其實呢一種頭痛咧，喺中醫嘅角度，我哋就叫做頭風。咁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由於風寒入侵，令到氣血唔通，不通就則痛，頭痛就會揾上門啦。而頭風引起嘅頭痛咧，會有3個特徵，你哋一定要留意一下。第一係個位置，呢一種嘅頭痛咧，多數都係集中喺後腦或者係太陽穴，你會覺得特別嘅繃緊啦、抽住痛或者脹住痛嘅。而第二就係因為天氣一凍或者冷風直吹咧，頭痛就會加劇㗎啦。而第三就係周身痛啦，唔單止個頭，而成個人咧都會覺得尖寒尖凍啊、頸梗膊痛嘅。頭痛就唔難醫，唔想次次都淨係食西藥止痛，重點就係要調理好身體，唔好俾機會寒氣入侵。平時咧就要記住3個保養嘅小貼士啦。我哋要保暖，要防寒，要休息好。天氣凍嘅時候，記得要戴翻頂帽，唔好捱夜，作息要規律。只要調理好身體，抵抗力夠嘅話咧，我哋就唔使再怕頭風侵襲啦。之後我會再介紹一啲可以改善頭風嘅食療攻略，記得繼續 follow 我哋啦。